祝咱兄弟大家平安。咱时间要到啊吼，要开始今日礼拜。那么阿头做阵同心来祈祷。阮的天父爸，感谢你带领你正经你，搁一摆来到你的殿院，同心来敬拜你。主，愿知你有大帮助伫阮身上，互阮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受到控制，阮心内大欢喜。啊，求主你继续保守阮每一个人的性命的安全，求主你继续带领阮今日礼拜，阮还有做足侪兄弟姊妹，搁伫路上慢慢伫我近你的殿院，求主你也保守因的脚步平安。阮嘛将今日所有的讲道、事奉，拢恭敬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，求主你带领，甲阮同在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圣上名来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会当伫今仔日，会当转来教会内底，咱做伙来学乐上帝。这是咱即阵要来练习今仔日的诗歌。请掀开成圣诗375首，着大声礼物。成圣诗375首，着大声礼物。即条诗歌，顶下摆咱有做伙，三个来练习。那即阵，等下当请司琴，先弹一解，咱个先听一解，了后，咱个当做伙来唱第1节到第2节，请司琴做到。来做伙来唱，第2节，归归去看阮，阮理想的生命，来欣赏你吧，为何在眼里，为何是为真情，为真高兴，把这好，啊，煞来，第2首，第6首是伫成圣诗15首，成圣诗15首，万有光明巧美丽，万有光明巧美丽，请掀开伫成圣诗15首，共款会请司琴先弹一解，咱个先听，来请司琴做乐。来做伙来唱。万有光明，给了的我无论大小，上帝创造这万物，像满奇妙的。好，来第2节，春天落的太阳，秋天所吹了。天气已经这样。
你。好啦，等这条歌咧唱的时阵吼，会当请吼提醒大家一个，吼就是第一节的时阵，吼咱会当甲伊当做是副歌，吼所以唱的方式就是吼第一节煞了就是第二节，啊，搁会倒转去第一节，啊，煞就是第三节，啊，搁第一节，啊，搁第四节，了后就是转去第一节。吼，顺序就是唱的方法就是安尼吼，就是第一节了后，搁第二节，第二节了搁转去第一节，啊，搁第三节，搁第一节，搁第四节，吼，搁转去第一节，吼，安尼会当了解无？好，啊，煞来个第三首的信息。第三首的信息，请咱掀开信息778首，吼，778首。求主用你圣性来充满我心。当这条歌咧唱的时阵呢，等下是伫回应时者，咧唱的时阵，咱个唱第一节甲第二节，唱的时阵是唱第一节甲第二节。最后伫彩色的诗的时阵呢，咱个唱第三节就好，就个唱第三节就好。咱也请司琴先为咱先弹一解，咱就个先做伙听。请司琴做乐。做伙来，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信心，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，求主用你信心来充满我心，求主用信心来充满我心，做我能不你我愿意爱，求主的灵爱充满我心，做我。第二节，求主用你信心来使我坚定。今仔日历史就到这，请咱做伙备办心，开始今仔日礼拜。
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求救，就听我的祈祷。我的心智失志的时，就要对地极求救你，求你带我到迄个比我较悬的石盘，因为你捌做我逃闪的所在，做我坚固的台，来脱离对敌。我要永远住伫你的步边，我要秘伫你实个稳密的所在。请人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375首，圣诗375首。着带声礼物，着带声礼物，伫这快乐日子，着用什么言辞来表达欢喜？咱感谢主席，纪念上主大恩，着献什么歌表达俄罗敬尊？请咱起立吟全首。着带声礼物，伫这快乐日子，着用什么言辞来表达欢喜？咱感谢主席，纪念上主大恩，用这米歌表达俄罗敬尊。为着几些本有意上的情人，因在情甲伴合来实现美梦。为现在感恩，为学习，为健康，为宣告使命发起多做行动。为每日感恩，其实人想袂到，无论每日如何，咱在为临到，多做咱永远，永远拢袂为咱主安然保守，让咱伫行头无穷。咱带这礼物，伫这快乐日子，用这的话表达咱心中欢喜。愿感谢。请坐。请咱即是用主的祈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主的祈祷文：愿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旨临到，你的旨伫正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食，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灭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启用，请咱看到启用文圣诗后面，启用文第33篇。启用文第33篇，也就是诗篇139篇。启用文33篇，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，对真远你嘛会看出我的心思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。你亲手保护我，遐尼深超过我的了解。行到倒位，我才会通多闪你。
我若录音间，你嘛伫遐，也是去到日落迄边。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，叫暗暝甲我遮早。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歹行为。这是咱过来念圣诗，圣诗第15首，圣诗第15首。万物光明极美丽，万物光明极美丽，画面无论大小，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智慧。春天烧热的太阳，秋天所吹凉风，园内生色的果子，逐项是主造伊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万物光明极美丽，画面无论大小。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智慧。春天烧热的太阳，秋天所吹凉风，园内生色的果子，逐项是主造伊。万物光明极美丽，画面无论大小。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智慧。春天花拢地开，自然因色滴水，细只鸟啊，我的金是自作细细的心。万物光明极美丽，画面无论大小。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智慧。这款目睭通观看，予咱嘴唇手看，自大权能叫传播，伊造万物极好。万物光明极美丽，画面无论大小。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智慧。请坐。这是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，我们搁一届感谢你，阮大家通搁一届组织伫你的圣殿来学罗你。主，你是疼痛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充满恩典、阁有怜悯的上帝。当黑暗中，阮看无路的时，你听阮祈祷。
当伫危难中，阮心内惊吓的时，阮求求你，你就应阮。你求阮脱离敌人的罗网，甲瘟疫的毒害。主，我们特别感谢你，在这个世界疫情犹原非常严峻的时，你有保守台湾这块土地，也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的社会的活动，阮的聚会，通渐渐来恢复。阮感谢你伫台湾所赐的恩典，同时，阮犹原要为着世界其他各国国家人民，犹原伫受到疫情所苦的所在，献上阮的祈祷。求主，你的医治犹原临到因身上，你的怜悯也犹原到伫因中间。主，阮要特别为着大专学生主日来献上阮的恳求。主，当遮的青年子弟因离开因的家乡远远的时，来到遮来就学。主，求你，互因无忘记你，互因伫人生上重要的学习阶段，犹原起条伫你，敬畏你，追求信仰，也关怀这个社会。主，阮伫遮也要特别为着正大中青团契，甲因的辅导来献上阮的祈祷。求你引带这个团契，求你振兴这个团契，互因通伫正大这个所在做光做盐。也求你特别扶持宣真传道的手，引带伊参与伫大专学生的事工的时，有对你来的快乐。主，这时阮伫遮摆设这段，阮要独独来荣光你的名。这时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圣经，请咱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6节到14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6节到14节，记伫新约734页。新约734页。请咱掀着三角来看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6节。安尼，因自集的时问伊讲：“主啊，你伫即时要将国复到互以色列嘛？”伊就甲因讲：“耶稣下伫伊家己权内的时甲期，毋是恁所通知的。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要得到才能，搁伫耶路撒冷、遍犹太、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见证。”这话讲了，因伫看的时，
耶稣受举起上天，有魂指接伊，伊就看袂见。伊去的时，因往天注目看，忽然有两人穿白衫，徛伫身边，讲：“加利利人啊，啥事徛伫看天？这个耶稣离别恁受指接上天，恁看伊安尼上天，伊也要照安尼来。”迄时，因对迄个名叫橄榄的山，倒去耶路撒冷。这个山近耶路撒冷，山离开有安息日的路站。已经日，就上因所住的楼顶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力、甲多马、巴多罗买、甲马太、亚勒腓的囝雅各、甲西罗底的西门、甲雅各的囝犹大。这个人甲几若个妇人人，以及耶稣的老母玛利亚，参伊的兄弟，拢同心全无祈祷。当时，当聚集的众人约略120名。彼得伫兄弟中徛起来，讲：“兄弟啊，圣神借大别的喙所参与带人掠耶稣犹大的，这个圣经应验是应该。”以上，这是咱请正代中青来献诗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，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，你一直牵着我，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，彰显十架大爱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，你一直都在。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，你一直牵着我，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手上的钉痕，彰显十架大爱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你的话让我明白，你爱我永不更改。你保守我的心怀，紧握你双手不放开。大山为我挪开，大海又露出来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
你一直都在，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。我要大声宣告，耶稣，你一直都在。是我吗？哦，有声音。我是正大长庆的主音这样，然后，我发现在这边还蛮多长辈的，然后我就试试看用台语。今仔日我想要伫遮分享我写的一张批，这张批是互旧年这个时阵的我，这个背景音乐好像就想要就感动的，互2000在我袂晓讲。第2019年5月26号的廖主音，记得即天，你为着要准备大专纪念助理的报告，以及台语甲华语2场的事情，无闲甲规样拢无时间困，真正是辛苦你啊！我知影这年你的压力足大，虽然所有的人拢爱你，莫紧张。爱放轻松，但你犹久是做袂到，嘛过了毋是足快乐的。毋过也是伫咧即当，我看到你足紧的成长，嘛记你一开始，你足希望家己会当努力，甲心爱的同学关怀、关心，互搁较侪人来甲团契，努力参与教会服侍。互教会人会当认同中庆团契，毋过，亲爱的，你袂记你甲迄时阵每一个人好好斗阵，嘛袂记你甲家己好好斗阵。好佳哉，即摆的你，毋是足要紧代志，是毋是足完美？嘛无要紧，是毋是？这个事足接近家己理想中的模样，你知影伫过程中，甲身边的人拢享受，这才是足重要的。伫最后，我想要甲你讲，多谢你真拍拼，多谢你无放弃，嘛多谢你一路坚持伫遮。2000年5月24号的廖主音，我想要。用这张批来甲大家分享的是讲，我相信大家毋管是伫教会服侍，还是团契，还是伫学校的社团，还是伫你的工课当中，拢会拄着甲人的无爽快，还是甲家己心内的无爽快。安尼会有足侪，因为安尼你有足侪伤心，还是生气的心情、情绪，我相信这的情绪有一部分是因为你做自责的。伫这个时阵，我爱提醒大家，莫袂记你感谢家己的拍拼，并也阁有照顾着你受伤的家己。当阮伫咧学习用新的眼光看别人时，嘛会用新的眼光看家己，我会分享到这，多谢大家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佳琪，加上祈祷的佳琪，然后目前就读政大阿拉伯语文学系3年级。我是从台中上来北上念书的，然后我一开始1年级来的时候就非常不适应这里潮湿的气候，一天到晚都在下雨。然后我以为经过一两年，我应该就会喜欢上下雨天，甚至是享受它。但其实我还是觉得下雨天很麻烦、很讨厌。但这就像是我这3年在政大长青，还有在阿语系的学习去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。有一些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改变，或是你已经尽了你的全力，但神不是要照着你的意思，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我们永远不会遇到困难，也不是我们百战百胜，而是我们每一次跌倒，
每次很困难、很孤单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大能者与我们同在，而我们不会惧怕，我们愿意再站起来，再面对一次。我这学期担任政大长青的活动，负责举办舞剧跟晚祷，就是我们除了礼拜一晚上以外的时间，我们1个月会有1次舞剧跟1次晚祷，就是用中午吃饭还有晚上宵夜的时间，我们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近况。我觉得可能因为熟悉感还有信任度够，所以我每次的分享我都是拿出最真实的自己，就是那个很狼狈，然后为了那2-3学分在焦头烂额的自己，然后对了未来非常迷茫的自己。可是在这样真实的分享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不同的计划，然后他的恩典一直都在，神都是以不一样的形式陪着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即使我们的生活可能现况还是没有好转，甚至未来我们也不会，未来依然一路崎岖，可是我们因为知道神的恩典，因为知道神的爱，所以我们可以充满盼望，然后一起继续走下去。然后谢谢文山教会的关心支持还有带导，让我们政大长青能够成为一个很温暖的团体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玉成，我是从高雄来台北念书的，目前就读政大资管系2年级。那从小我就有去教会做礼拜的习惯，但是常常因为补习啊什么的，就比较少去团契，就比较有这个机会。直到上了高中，我第一次接触团契，就是校园团契，那我也觉得很好玩，可以认识很多人，然后有一些好吃的，也可以一起认识上帝，甚至可以带班上的同学一起来。但是之后也因为补习，然后就比较少去了。上了大学，我很感谢政大团契，就是有学长姐来找我一起去。那我刚开始也加入了，但之后还是因为因为大一比较忙，所以就因为一些活动就耽误了。直到大一下，就是我接到一通电话，就是团契的会长问我说，可不可以下学期可不可以叫我当副会长？刚开始我有点犹豫，但是我想说，这可能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挑战，也给我一个机会，可以让我稳定来教会。也谢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现在可以稳定在长青团契聚会，然后认识更多人，然后更了解上帝。这样，谢谢。萱儿，自细汉伫咧文山教会大汉，去年开始伫政大读研究所，嘛开始到政大长青聚会。政大长青自记了对各地长老教会到政大读书的学生，每一个礼拜一的暗时，阮伫咧文山教会组织。嘛有一寡文山的少年人会参与阮。政大长青每一个人拢足无闲，虽然聚会的人无会够侪，毋过阮嘛是继续稳定的聚会。阮因为上帝彼此熟悉组织。彼此关心，为彼此的需要代祷。经历了政大长青，我看见文山教会对政大长青的关心甲照顾。文山教会照顾政大的学生，甲政大长青看做家己人。阮嘛看见即马教会中有一寡会友，就是因为政大长青建立来文山教会，踮伫咧文山教会。政大长青毋是一个来借场地的团体，政大长青就是文山教会的一部分。多谢大家。
告，因为我渺小。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。祷告已假装不了，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为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，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祷告，因为我渺小。祷告，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。祷告，已假装不了。祷告，因为你的爱我需要，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。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，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，痛苦从眼中流下，我知道你为我擦，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讲道，请姚宣晶传道，初中，伊要讲的题目是初中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台北大专的传道姚宣晶，真欢喜今仔日会当到文山教会，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。今仔日是北区大专学生的纪念主日，感谢牧长甲兄弟姊妹一直以来对大专还阁有团契的支持。大专伫学生的事工做真侪，无共的活动。不管是对属灵生命的建造、社会议题的关怀、圣经研究的讨论，真侪无共的活动。我相信伫这个中间上重要的是团契，学生甲学生因中间的连结。伫拄则的分享内底，相信大家应该有听到，
每一个学生伫遮生活、伫团契、生命的成长，也阁有因对信仰顶悬、对耶稣的找求、对上帝的找求等等。我相信这上重要的就是生命的成长，不管活动有偌精彩、偌丰富，我相信生命的成长是上重要的。搁一摆感谢各位兄弟姊妹对大专的关心、支持，也搁有带导。相信咱会当继续搁伫主的内面，会当同工。咱伫我的分享进前，咱先做伙来祈祷。听咱的主上帝，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，咱带着欢喜的心情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感谢你保守咱的身体健康平安，互咱会当伫你的圣殿内面，互你的话语来养持。阮知影家己无完全，有软弱跋倒的时阵，求你帮助阮，开阮的心、目睭、耳孔，互你的圣神亲身来引带。对你的话语中间，领受你满满的恩典，换新阮的性命。主啊，阮向你献上感谢，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伫我细汉的记忆中，有一款心情，互我真歹放袂记，就是原本满心期待，却跋落谷底迄款心情。毋知影大家有经历过即款的心情无？我也会记得迄个心情是发生伫我差不多小学2年的时阵。伫迄年的过年，初二，我的爸爸妈妈就带我和我的哥哥弟弟去外妈的厝。我真欢喜，期待甲一年无见面的表兄弟姊妹来见面。我心内就想讲，哇，我总算会当搁做伙和伊耍。所以我一定爱耍甲无眠无日，耍甲真快乐。若是无安尼，就浪费一摆宝贵的机会。伫迄天中昼食饭食饱了后，所有的亲戚就坐做伙，大家就开讲，笑甲腹肚足疼的。伫迄个过程中，有一个长辈就甲阮所有人讲。伊讲食暗顿的进前要带所有的囡仔出去耍。伊阁讲迄个所在偌尔好，偌尔好耍。所有的兄弟姊妹中，我的年纪是第2细汉的，所以我绝对是比其他的表兄弟姊妹还阁期待会当出去耍。我满心期待等待就请迄个时间，迄个时刻。所以我等，搁等，一直等。等到要食暗顿的时阵，却店主介绍无要出门，所以我就问迄位长辈：“你毋是要带阮出去耍吗？”但是伊甲我应讲：“哎，我是凊彩讲讲的啦，时间拢已经遮暗啊，后摆才去啦。”迄当阵，我欢喜的心情，一下就足冷静的。用即摆的用话来讲，就是傻眼的意思。虽然这敢若只是一个真细的代志，但是对我来讲，迄款的心情，伫我的记忆内底是足深刻的。即款原本满满期待，却跋落谷底迄款的心情。实在是不断地出现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有可能是别人带予咱有即款的心情，也有可能是咱带予别人即款的心情，更加有可能是咱家己带予家己的心情。我若是一位学生，伫大考进前，我开真侪时间，佮有体力，我专心准备所有的考试的范围，我佮充满信心去考场。也充满自信来完成我的考试，但是上落尾成绩出来，却想袂到我的成绩毋是我家己所想的遐悬。
这是一款足复杂的心情。若是我是一个食头路的人，伫过去规冬我开真侪体力，我完成所有的 case， 为着我的奖金来拍拼，所以我将我的业绩来甲伊冲到真悬。但是伫过年的进前，我的头家却甲我讲，今年生意无好，咱无要发奖金。我想迄款的心情是一个无言的心情。除了个人以外，伫群体中也会产生即款的心情。不管是伫教会，也是伫团契，可能因为死亡、因为人生的选择，互相冤家冲突等等，各种的原因，所以有人会来离开教会、离开团契，互教会甲团契对真兴旺的状况来变作衰弱。留落来的人心情，也就为悬的所在跋落谷底，嘛毋知影刷落来要安怎做，要安怎行。用较直接的讲法来解说即款的心情，就亲像是对未来充满期待，但是因为各种的原因，忽然间所期待的未来消失，直到失去希望、失去方向，看无未来。原本已经掌握迄个米，对家己的手来无去。这段空白，这段空白，互咱感觉真着急，毋知影应该安怎，甚至有可能变做有一款讲法，无期待就无伤害，即款的态度来去面对咱的未来。伫即款的状况甲态度，咱第一件想到要去做的代志，会是啥物？伫使徒行传是记载路加福音结束了后所发生的代志。使徒行传第1章，伊重新来描写路加福音的上尾段，伊详细来写出耶稣就天的规个过程。为门徒一开始问耶稣的问题，就会当看出门徒的心情，心内到底在想啥物。因犹阁对国外耶稣有期待。门徒认为耶稣国外的目的，抑阁是推翻罗马政权，复兴以色列国。直到门徒期待国外耶稣带因去推翻这个政权，佮重新来建立以色列国。毋过，耶稣的回答直接拍破门徒的期待。敢若讲，这毋是因会当知影的代志。我想迄个时阵，门徒的理智马上断线，理智线马上断掉，因无法度思考，更加无法度听耶稣说落来要讲的话。门徒敢若插头徛伫遐，戆仔看天，看耶稣互魂来带走，愈飞愈远，直到消失。这时，门徒的边仔出现2个穿白衫的使者，这2位使者先帮助因恢复因的理智，佮甲因讲耶稣会用同款的方法过来。对门徒来讲，耶稣的国外点倒因的希望，因认为家己会当佮一摆来掠掉耶稣，互耶稣成做因的瓦壳。换一句话来讲，门徒却是讲有耶稣伫咧，因就会当来掌握因所期待的一切。但是上落尾，耶稣阁一摆来离开门徒，因阁一摆失去希望，失去方向，看无未来。而且因敢若会记得耶稣讲，因袂当知影即个时刻，因敢若记牢即句话尔。这段的空白，互因感觉真着急。因阁会当做啥物咧？门徒伫安尼状况内面，
因第一件想到要去做的代志，又搁是啥物呢？经文咱得继续搁读，门徒为迦拿山转去耶路撒冷，就是耶稣要门徒开始做见证的迄个起点。咱看袂出因是马上来转去耶路撒冷，也是过几工才转去耶路撒冷。但是因入城了后，一群人直接去到因所住的迄个所在，包括耶稣的11个学生、几个妇女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、耶稣的兄弟，规阵人大约有120人，因聚集做伙。毋知影为虾米因敢若不断专心地祈祷，不断地祈祷。伫路加福音中，甲祈祷有关系的经文，除了是耶稣伊家己伫祈祷以外，耶稣阁会提醒门徒，祈祷毋通失志，假是门徒祈祷的时阵，毋通掠家己做大，也毋通欺负人，阁挑故意为迄个人祈祷。甚至也责备门徒无专心敬祈祈祷。照路加福音来看，门徒祈祷的状况看起来，来比较使徒行传。伫耶稣离开了后，是一段空白等待的时间。门徒所做的第一件代志，就是同心合意，迫切来专心祈祷。伫即两本册，门徒的态度有真大的无同。我想，这是耶稣所讲的迄个圣神，已经慢慢伫因的中间来动工，带领因转去耶路撒冷，佮提醒因爱不断祈祷。换一句话来讲，祈祷是门徒第一个对圣神得到的能力，互因有共同的心意。除了期待为耶稣做见证的时间来选出第12个使徒，因阁等待耶稣会过来，也较望耶稣会过来。原本门徒期待会当重建以色列国，这是因有机会会当掌握的代志，是因会当掠掉的确实际愿望。毋过因为同心合意来迫切专心祈祷。门徒的眼光对期待掠掉迄个世界的米，来变做期待来掠掉耶稣过来。虽然无法度知影耶稣啥物时阵过来，但是门徒等待的时阵还阁有愿望，因为因知影迄天一定会过来，因知影耶稣会过来。为门徒的转变来思考，来问家己。若是我伫失去希望、失去希望、失去方向、看无未来的时阵，也是伫一段空白的等待时间，第一件想到要去做的代志会是啥物呢？为拄则我所举的咧，加上我家己的经验来讲，当我有真充足的准备，自信满满去考试，却无得到家己所想的成绩。我的心情一定是跋落谷底，真艰苦，甚至我会检讨家己，我会感觉见笑，因为我互家己甲别人来失望。当我拍拼规冬，完成真侪课事来冲关我的业绩，却伫最后知影我无法度得到我应该得到的奖金，我的心情一定是感觉真无爽快，非常的生气。甚至可能会伫心内来骂头家，因为我感觉真无公平。伫教会团契中，死亡甲人生的选择，互我必须要面对分离甲毋甘的心情。人数的减少的压力，互我感觉真无力，真失落。伫教会团契的冲突，互人甲人之间信任来破碎，造成群体分裂，所有的人的眼光，敢若看到冲突，煞袂记哩教会甲团契的原点甲中心。我想，真侪时阵面对这个状况的反应，咱人敢若会当专心伫
看到迄个会当实际掠着的物，比如讲，咱会检讨家己，检讨对家己的标准，加强家己的能力，也是去想安怎来符合别人的期待。阁有其他的人会真爽快，用无共的方式来讨放家己的生气，嘛有可能来增加时间，甲信徒留落来，也是做增加信徒人数的时间。总共一句，咱可能会想真侪办法，但是这些办法拢是靠咱家己来做。伫即个时刻，咱是毋是会当来暂停，转来到迄个原点，专心同心来学习，为着家己甲即个群体来祈祷。伫祈祷的中间来经历圣神所带来的平静，经历互圣神来改变咱的眼光，互咱无过是掠着迄个有限的存在，是掠着迄位无限的上帝。迄个无限的上帝来求头前的方向。伫耶稣过活的时阵，伫世间的时阵，本都有活我的上帝会当倚靠，但是耶稣却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本都就失去迄个实际的支持。伫耶稣过活的时阵，本都却是讲会当阁有耶稣来倚靠，但是耶稣互魂接去，转去天里。但是本都有圣神的同在甲带领，来进入圣神的时代，圣灵的时代。藉着祈祷经历圣神，直到现在，伫这个时刻，也是继续进行。在我们此时此刻，我们仍然在圣灵的时代里面不断的行走。伫使徒行传中，阮都第一摆同心合意来祈祷，看起来是要找第12个使徒，嘛有可能是要找事工的方向，来找一个实际的物。那亲像现在，咱总是上帝来祈祷，使咱啥物？毋过，我相信通过祈祷甲圣神的带领，阮都的眼光开始慢慢啊改变，转来到因所信的迄个中心耶稣基督。现在的咱，我也相信咱会当亲像阮都共款，通过同心合意，做伙祈祷，互咱的眼光毋是干那停留伫即个世间的一切。毋管是人的眼光、标准、价值观、事工、财富、权利等等，愿上帝来伊的圣神来帮助咱，重新来转向上帝，互迄个无限的存在，成做咱性命的帮助，也互阮会当来伫祈祷中间来追求伊的心意，也看见咱的愿望。互伊来带咱向前，来开阔咱的眼界。咱做伙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咱、鼓励咱。过去问道的经历，成做咱生命的提醒。咱活伫一个真困难的时代，各种的社会事件、疫情、经济衰弱，拢总互咱对未来感觉真惊吓。但是主啊，感谢你用你的话语，互咱知影家己的有限、家己的无知，更加看见你的无限、你的疼、你的同在。愿咱伫每一摆的祈祷中，重新来找求你，重新来转向你，互你成做咱的生命，阮的生命的中心。伫阮互黑暗暗坎的时阵，愿你来开阮的目睭，来明白，相信你永远无改变的应允。愿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
咱过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178首，圣诗178首，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，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，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，让我亲身感受你火热的慈爱，求主人来充满心内。让我亲身感受你火热的慈爱，求主人来充满心内。咱唱第1节、第2节，请咱起立。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，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，让我有圣神来充满我心。在我亲身感受你火热的慈爱，求主人来充满心内。在我亲身感受你火热的慈爱，求主人来充满心内。求主用你圣心来使阮舒服，求主用你圣心来使阮舒服，求主用圣心来使阮舒服，求主用圣心来使阮舒服。在我亲身感受你喜乐的慈爱，时刻刻心好感。在我亲身感受你喜乐的慈爱，时刻刻心情好感。请坐，这是咱来奉献。
请坐。报告大家，咱来看咱今日金句第二页，周报第二页，金句。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要得到才能，搁伫耶路撒冷、遍犹太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，搁一遍。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要得到才能，搁伫耶路撒冷、遍犹太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。咱看到周报第3面，后礼拜的圣工分担台语堂领唱是圣歌队司礼黄文宏长老，司琴赖韵如执事，献诗圣歌队司宪彭调亮甲林中豪执事，交代彭调亮赵颂莹，音控。彭调亮、甲张家瑞，广告经理是蔡坤玉神学生，后礼拜华语堂，这领唱是敬拜团，司礼黄文宏长老，司琴廖祖英姊妹，司宪同款，招待同款，请大家注意。来周的聚会。来周的聚会，即马咱查经祈祷会，拜三是张文林长老主理，司会是徐家文执事，拜二的读经班已经恢复，所以拜二的读经班，暗时8点的读经班已经恢复，廖秀兰长老主理。后礼拜主理是蔡坤玉神学生，请咱大家先注意看这个圣经节。过来，咱看到报告事项，教会消息第6页，教会消息。今日是大专曙光的奉献主日，欢迎姚宣正传道代表大专中心来正道甲请安。请兄弟，咱一齐为关心的大专曙光，本会黄传道师前往后德教会正道甲请安报告，嘛请为着黄传道的出席平安来代祷，中青团结嘛做伙来，咱嘛是真欢迎因。第二，拜二的读经班已经恢复聚会，欢迎继续来参加。第三，恢复聚会的时间通知，本会相连团契、橄榄团契、妇女团契，预定伫6月，所伫6月要恢复所有的聚会，愿主保守看顾。第四，奉献方式，咱为着疫情期间为方便兄弟奉献，咱教会有银行甲即个邮局的账号，若汇款的时。爱写拢你是甚物人会奉献的项目是啥？有方便整理。第五，主日招待同工的要增加，咱对6月开始主日礼拜要招待要安排3个人，主要是要协助1楼的量体温的这个代志第2楼是照顾会友入座，并协助记录第一届来文山的这个新朋友。第6。消毒服饰的登记，咱每礼拜6拢有消毒的工作，其实这是算一个额外的一个工作啦吼。咱请会友主动登记协助，其实是拢有人固定会来，但是毋是讲固定会来，就是讲有几个人会固定会来请，但是无一定拢会来。所以咱大家较侪人志愿的是，即个伫外的长老就较好安排。其实是逐礼拜拢有无共款的人，来，无一定因有登记啦，所以欢迎大家登记，若需要时，阮就甲你征调，你就来斗3工。第7，门禁水电的提醒，就是咱离开教会时，大家会记哩，尤其空调，会记哩关，因为即摆拢开窗门，其实周间拢会落雨，所以
上尾者，你若感觉你离开，虽然你毋是上尾者，你若看教会应该是无人啊，咱就窗仔门关好。教会集体交通，咱继续为着即个身体欠咱的集体，咱继续为着因来祈祷，为着因来关心。另外，针对武汉肺炎的相关消息即摆疫情的提醒，咱是来提醒足侪摆但是即摆大概渐渐变化，就是讲，第一喙烟爱挂，来聚会，请恁挂喙烟，咱游园会开冷气。开窗仔门，保持一个上低的风险。其他的即个或者团结若聚会，尽量踮2楼的主堂，也是踮1楼的即个旧堂，因为即2个所在是通风较好的所在，咱继续来保持即个情形。告解消息，一个维克特传说即个请青年主要要请青年的参加啦，所以请青年。会使到1楼的来看卖另外淡江中学的招生然后议员来请咱大家注意来看。咱今日有新来会友好。好，咱来吟上言的诗，圣诗600歹势，咱来吟蔡肯诗，圣诗178首的第3节。吟诗煞，请张文林长老为咱祝祷。请咱起立。第3节。求主你用圣心来带我出去，求主你用圣心来带我出去。咱做阵来领受来对上帝来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疼叹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角伫地，直到永世的无尽。阿门。真济灭岛散花。